看到年底選舉，民進黨是也未殺台北市長的人選出來。林委陳平陽是去互各界點名講有機會出來挑戰。媒體人吳祖嘉就分析講啊，那陳平陽出來選會影響綠營佇咧雙北的選情，尤其會衝擊新北的布局。也聯電的創辦人周興成是增加陳平陽支持，佮講啊蔣萬安唔敢甲陳平陽來辯論。2020年台北市長選戰，國民黨現任市長蔣萬安拼陣陣反過來看綠營人選，一直也未定。當日立委陳平陽低調拜會民進黨台北市議會黨團，真受關注。上早呼籲愛伊參選的聯電創辦人周興成，18個畫下小亭。沈伯安是參選台北的，從這個綠營的角度來看是不二人選嘛，跟這個蔣萬安同台來辯論一些事情，那麼立刻就知道說程度是誰高誰低。不過我相信蔣萬安是不敢的。你知道我最不敢跟誰辯論嗎？我太太。怎麼樣投入會打亂萬川連線嗎？你自己覺得？我講過，其實不管是大巨蛋第一年完工啟用，還有捷運線環狀線現在全面動工，以及輝達能夠順利落腳台北，克服各項的法規限制，處理土地的問題，都是川博和我共同努力的成果，所以我一定會全力幫川博。蔣萬安強調會繼續甲川博共同拍拼。未來做電子報董事長吳祖嘉認為，陳平陽投入影響的是綠營雙北選情，尤其衝擊新北布局。身為學者的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蘇巧慧表示，會按家己的步調行落去。沈伯洋是我在這個賓州費城大學的學弟，那這2年也是我立院的好同事。做任何事情其實也都很快就能夠上手，非常的擅長。所以不管他未來的位置是什麼呢，我們都會持續給他加油跟鼓勵。至於未來台北市長的人選，我們就靜待黨中央的決定。選舉是每一個人的權利啦，他們的布局我就不予置評。對蘇巧慧繼續甲36個家仔參選人合體，國民黨方面，李書傳表示，哪也無家仔攏是家母，強調家己最近攏甲機關里長座談，會結合所有力量同齊拍拼。記者綜合報道。